樓宇滲水係困擾私樓業主多年嘅老大難問題。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已於今年中以試行嘅方式實施調查私人樓宇滲水嘅新檢測程序，向滲水源頭單位發出維修通知嘅時間由原先嘅71個工作天縮減去到大約14個工作天。呢一個舉措連同舊年生效用作應對涉嫌滲水單位業主不合作問題嘅公眾衛生及市政（修訂條例），構成咗一套完整嘅處理樓宇滲水組合拳，彰顯咗本屆特區政府突破固有藩籬、直面民生痛點嘅決心同埋擔當。長期以嚟，樓宇滲水投訴個案居高不下。據統計，由食環署同埋屋宇署組成嘅聯合辦事處，俗稱滲水辦，舊年完成咗大概1.5萬宗私樓滲水調查，並且發出大概5000張妨擾事故通知，當中超過99%個案滲水源頭係上層嘅單位。但係現行3階段式嘅處理機制，令到受影響單位嘅業主或者係住戶，往往仍然要面對頗長嘅等待。目前政府部門從電子濕度儀確認排水管釋水測試，去到第3階段嘅紅外線分析儀、微波斷層掃描等專業檢測完成之後，先至發出妨擾事故通知，着令業主喺指明嘅期限內邊減除滲水妨擾。整個流程可以耗時71個工作天。對於每日生活喺滴水、牆身發霉、家具受損等唔同程度困境中嘅小市民嚟講，可以話係一種煎熬。有見及此，行政長官李家超舊年喺施政報告中提出，喺今年上半年推出先導計劃，優化處理樓宇滲水問題嘅程序。根據政府公布嘅資料，新檢測程序突破之處在於提速同埋提效並重。政府喺第一階段就同時採用電子濕度儀同埋新增嘅紅外線熱成像儀，加快鎖定滲水源頭，隨即就向滲水單位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要求業主喺定明嘅時限，一般係28個曆日裏邊自行檢測同埋完成維修。咁呢個意味住由接獲苦主舉報去到發出維修通知，時間最快可以壓縮去到大概14個工作天，較舊機制嘅71個工作天大幅減少57個工作天。更重要嘅係，若果業主逾期未有採取維修或者係補救行動，政府將會同步進行原本嘅第2同埋第3階段調查，並且向上層嘅單位追討唔少於1.7萬元嘅檢測費用。呢一個安排徹底扭轉咗過去變相由政府以公帑補貼違規業主嘅不合理局面，真正體現咗違法者自行承擔責任嘅原則，應可督促業主履行妥善保養物業嘅責任。必須強調嘅係，新程序並唔係孤立嘅單項措施，而係特區政府一套完整組合拳嘅後續部分。舊年8月17號生效嘅2025年公眾衛生及市政（修訂條例），將政府人員入屋調查滲水問題嘅時限延長去到朝7晚10，更好咁樣配合市民嘅生活作息。同時條例針對業主不合作嘅問題，引入咗具阻嚇力嘅罰則，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已進入處所通知書，最高罰款5000元。不遵從妨擾事故通知，罰款則大幅提高去到2.5萬元以及每日450元。不遵從法庭發出嘅妨擾事故命令，罰款更加達到5萬元同埋每日600元。可以話，修訂條例加上最新嘅優化檢測程序，正面打擊入屋難、調查慢、罰則輕嘅3大痛點。而新檢測程序則喺呢個基礎上邊進一步優化技術手段同埋行政流程，兩者相輔相成，形成完整嘅治理系統。值得一提嘅係，政府喺強化執法嘅同時，亦都向小業主提供充分嘅支援。收到建議維修通知嘅業主，如果需要財政支援，可以透過市區重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以及屋宇署嘅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申請資助或者係貸款。滲水辦亦都會喺網頁發布提供滲水檢測以及維修服務嘅從業員名單以及參考價格資料，
協助業主委聘合適人士。呢種胡蘿蔔與大棒並用嘅做法，既展現咗政府嘅決心，亦都體現咗人性化嘅一面。香港私人樓宇正面臨嚴峻嘅老化問題。據發展局去年年中嘅統計，樓齡去到50年或者以上嘅舊樓已經增加去到1.02萬棟，而且數量係持續上升。樓宇老化意味住滲水等涉及樓宇維修嘅問題只會越嚟越多。若果唔及時建立一套高效公正嘅處理機制，鄰里糾紛將會不斷升級，最終受害嘅始終都係廣大市民。現屆政府一直強調民生無小事，喺樓宇老化嘅背景下，落實調查私人樓宇滲水嘅新檢測程序係政府必須做好嘅必答題，對小市民、小業主嚟講都係德政，絕對值得支持。呢套組合拳唔單止突破咗固有嘅範圍，更加為解決其他民生老大難問題提供咗寶貴嘅經驗。從延長入屋調查時限、提高罰則，去到引入新紅外線技術、縮短檢測流程，再到追討檢測費用、推動社區調解，特區政府喺處理樓宇滲水問題上展現咗前所未有嘅決心同埋執行力。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同埋發展事務委員會喺4月21號舉行咗聯席會議，討論呢一項計劃。我非常期待呢項先導計劃能夠順利全面推行，等廣大市民早日擺脫滲水困擾，真正實現提速提效嘅施政目標。呢個係以結果為目標施政理念喺基層治理之中嘅再一次生動體現。